花照影人孤单，寂寞的滋味透心肠，不知当时天才会光。你我哪会这无缘？离开了后，才来思念，亲像一蕊无言花，点点来开，点点碎。一暝过开的香味，伊阮满腹的喜。你敢有听见花声若落土，破碎是啥人的心肝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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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马上请伍浩哲老师来为我们做讲评。好，我今天很开心有看到这个电视上才看得到的文心在这边唱歌。老师好了，你一站上那个舞台的时候，你已经是把这个舞台当成是你自己的舞台，自己的世界。你已经不管别人的眼光在看你是什么，你就沉浸在你要唱这首歌的所有的气氛里面。你站在那边的自在哦，是我应该要向你学习的。老师不要这么说。其实这首歌哈，其实我觉得今天你跟我今天因为雅婷是唱这首《在你为金杯》，也是我指定的歌曲。然后你唱的这首歌《无言花》，因为《无言花》是萧敬腾他唱的就是很男人的那种很硬的那种感觉哈。那雅婷呢这首歌呢又唱得很柔，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矛跟盾的一种感觉啦。那你今天这首歌，其实我刚刚在听你唱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包括唱腔的转换的感觉，还有发声位置的改变，我觉得就是很厉害的部分，因为能够这样做到的歌手也不是那么多哦。这个突然间的转换，所以之前你那个比赛可以是得名的，是真的是很佩服。没有，一定有非常坚强的实力才有办法做到这个。哎，老师你好，麦克老师啊，你是我的学长啊，继续讲起你搬我呢。但是他是还没有出道前我们就认识，都是好朋友哈。以前也是这个唱老师布袋戏的歌曲嘛。他在比赛的时候坚持唱我的歌，我讲你是在起笑。已经总决赛有没有唱我？我起笑，这是我的坚持。坚持，所以这点我最欣赏你。啊，感谢你今天来。但是我发现你唱歌现在状态不一样哦。你现在唱歌是一个很自在的感觉，然后这个可能是你喜欢 NJ 啦，然后很多你的诠释的方式都慢慢的有自己的一个味道跑出来。是我越听越陶醉呢。不是越听越讨厌就好了，没有啦，不会啦，讨厌是角色那个部分啦。真的是很棒啊，谢谢，感谢你来啊，这么好的一个示范这样。